前海嘅同事咧，往往佢哋以依託香港、服務內地、面向世界嘅精神去做佢哋嘅規劃嘅。應該要將眼光擴闊一啲，除咗將香港咧成為一個宜居宜業同埋可持續發展嘅國際都市之外咧，亦都咧希望將香港咧融入呢個國家嘅發展入邊嘅。今次我哋3個月嘅交流係直頭喺嗰度生活啦，咁所以我哋公餘嘅時間咧都有多啲可以去接觸唔同地區。今次嘅體會咧都可以感受到兩地嘅唔同嘅地方，同埋一啲優勢可以互補嘅地方。我覺得最大嘅好處咧，我哋係可以同內地嘅公務員建立呢個聯繫啦，咁同埋可以了解佢哋工作上面嗰種思維方式嘅。大家有一個長時間嘅平台，互相交流、互相分享資訊。